4度啦，中間有呢隻中橫大興啊，後邊嗰兩匹馬小魔怪同埋嗰隻晉王日嚟㗎。好啦，跑咗一段嘅路程啦，前面放咗出嚟跑嘅馬呢，就係踏雪尋梅嚟嘅，嘉應勇士就開始拍緊啲啦。後邊團結勇士呢，再數入邊呢，福晉上緊嚟啦，中檔位置有俏眼光同埋呢隻就家家有福啊。外欄呢，紅前道啊冇位喎，入邊中橫大興都追緊上嚟，最後百零米福晉透出咗，埋邊追緊上嚟有俏眼光，中間小魔怪，再入邊仲有中橫大興，接近終點，俏眼光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小魔怪啊，第3名入邊中橫大興，第4名外邊福晉啊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呢隻俏眼光咁啊，沿住個中內檔呢就闖上嚟，拋離贏啊，跑第2名中檔追上嚟咯。嗰隻就小魔怪入邊呢就中橫大興，第4名外欄位置係福晉啊。飛到馬到俏眼光，後尾嗰啲 Q 位全線着燈獨贏9.9倍贏啊！嗌到拿蔡約翰，小魔怪呢就要同中橫大興影相爭2-3，似乎小魔怪嘅形勢就好啲。福晉大熱門跑第4，頭4名呢都同後。